喂，聽住，有人話足球係一種宗教，但之前嗰10年，阿根廷個宗教得一個神，大家等緊奇蹟，等緊一個人救世，直到 Scaloni 出現。記唔記得18年嗰場不生嘅悲劇，任百啤快到似閃電，阿根廷防線變廢墟，大家望住咩事？好似望住支浮木輸咗波，全國怨氣重到連空氣都變毒，個個問咩事唔夠好咩？其實錯嘅係羅制成舉播的一個齒輪點轉得過？大家都做觀眾等緊大佬出手，大佬唔射，成隊波就似係度夢遊。唔好勝係靠咩死？佢唔係超人唔識飛，一個人嘅光芒點樣照亮成個地皮？由依賴變成互賴，呢個先係新劇本。全隊一齊去認，唔係得一個人去攞分。Scaloni教識大家，原來可以咁樣踢，只要每個人企翻位，成隊波先至叫做實。你睇 Emiliano 雖然樣衰衰，但撲救嗰陣你唔好當佢成係靠運氣。10年愛謝，無人理靠自己打拼，直到有一日佢企出嚟成為國家隊嘅命。的馬利亞左路快攻呢啲叫戰術，唔係淨係傳俾 Messi， 就係對進攻最大嘅色執。以前我哋輸級係因為心入邊有負擔，而家讀緊佢明白，原來每個人都係戰犯，我唔係係戰將。我唔係係戰將。昨晚對英格蘭落後緊0-1，以前嘅劇本寫好咗，結局一定係悲情嘅結局。但 Scaloni 換人一換5戰失大轉移，85分鐘絕平咗10分鐘，逆轉呢場波好睇。咩事打足全場一個入球都冇，但佢笑得好開心，有呢場勝利係全隊嘅功勞。所以話最強嘅領袖唔係要自己全能，而係令身邊每一件廢柴都變成我在嘅全能。咩事仲喺度，但佢終於可以放鬆，唔使背住成個國家，連呼吸都咁沉重。7月19號決賽對西班牙，無論贏定輸，阿根廷已經揾翻自己，呢個先係最正嘅。